喂，阿 Sam，你星期六有咩搞啊？我準備同屋企人去 Wild Camp 啊！哇，去 Wild Camp 咁有挑戰性啊！喂，咁嗰日會唔會落雨㗎？係喎，等我睇下天氣報告先。呢度顯示咧，星期六落雨機率好微，即係我可以去啦。其實天氣預測同埋統計係好有關係㗎。氣象學家利用過去嘅數據去到預測未來落雨嘅機會，咁就可以防範於未然，及早準備啦。喂，你去邊㗎？我去賽馬會愛丁堡工作訓練營。哦，咁邊個帶你去啊？我老豆揸車帶我去啊。咁我哋快啲睇下 Google Map，睇下邊條路最近啦。好啊。咦，咁好啦，我哋就不如睇下由翠玲花園去到呢個賽馬會愛丁堡工作訓練營要幾耐啦？喂，原來要30分鐘㗎喎。哇！但係點解咧佢兜大路嘅？佢點解佢唔經八鄉呢條路行過去嘅？因為 Google Map 嘅大數據根據統計同運算顯示，呢條路係最快去到目的地嘅。哦，原來係咁。除咗落雨預測、交通路線、統計，仲可以幫助我哋日常生活，例如氣温預測啊、金融等呢方面㗎。哇！原來統計同數咁有用㗎。係㗎，嗱，中一同學咧就喺復活節嘅全方位學習日咧，就住統計同埋估預算呢兩個課題咧，就去咗屯門市廣場做咗啲資料搜集，仲做埋研究添喎。不如我哋而家請老師去到介紹下。好啊。上次中一級嘅全方位學習主題就係屯門遊中統計的應用。喺呢個活動入面，同學有2個大任務，就係要利用簡單嘅統計去估算一間商店嘅營業額，同埋當我哋有現金券嘅時候，我哋點樣買嘢係最抵啊！喺活動開始之前，老師同同學重溫咗統計嘅基礎，同埋教咗組織圖要點畫。之後就介紹今次活動內容、活動路線同同學要注意嘅事項。然後同學就有分組做小組討論同練習，就好似有一組同學仔要估算麥當勞2小時嘅營業額，佢哋討論到原來佢哋可以喺門外面統計返10分鐘內有幾多個人入咗去麥當勞度買嘢食，然後再估算返2粒鐘入面嘅總人流。之後佢哋都會揀1至2種當時最多人買嘅食物，記錄返佢哋嘅價格。最後佢哋將人流數目同埋食物金額乘埋一齊，從而估算返麥當勞2粒鐘入面嘅營業額係幾多。喺各組組長嘅協助之下，同學仔分工合作，為活動做好準備。當完成準備之後，我哋全級就一齊前往目的地市中心。我哋去到唔同地點進行數據收集，就好似我哋呢一組，我哋去咗當期收集唔同貨品嘅價格，睇下如果我哋有現金券嘅時候，我哋點樣買嘢先係最抵。喺收集數據嘅時候，每組都有2位同學仔負責記錄同埋數據收集。收集完數據之後，我哋就一齊返學校，我哋將整理數據、設計圖表，完成返估算嘅題目。每組同學仔都將佢哋嘅答案統一填喺同一份報告入面，最後各組都要出嚟進行匯報，分享學習成果。喺呢個活動當中，同學可以學到點樣進行數據收集同分析，再運用所學嘅知識嚟估算人流、營業額等相關想要嘅信息。除此之外，學生都知道點樣用統計嘅方法，用最少嘅錢買最多嘅嘢，學識更好嘅理財方法，同埋令自己有更多嘅得益。呢個活動都可以培養到學生嘅觀察能力同埋分析能力。最後喺呢個活動入面，同學都可以活用到團隊合作嘅技巧，學識分工合作，並且共同完成指定嘅任務同工作。呢個亦都可以有助培養到同學仔嘅團隊合作能力啦，同埋匯報嘅溝通技巧。希望大家都可以喺生活當中活用統計，活用數學啦。